每個月都會帶嚟一兩款作品嘅 New Age。今個月我哋仲有閃電光。唔少版本嘅閃電光因為設定問題啊，用咗架空代替大小變形嘅問題。Any 都唔例外，為咗保持形態都係逼不得已啦。車型上呢個尺寸咧就無可挑剔噶啦，除咗個引擎比較大。而家睇下個變形啦，變形設計都有啲顛覆咗我哋認知嘅傳統概念嘅。我已經係玩緊第二次變形噶啦，有啲步驟你都要望一望睇一睇咧先原來要咁樣做嘅。但係佢唔難嘅，每個部分咧都分別得咧非常徹底，唔會令到你有混亂，亦都可以唔使跟足嘅次序。卡扣嗰啲咧都整得好好啊，玩得好舒服，冇過緊啦或者太鬆。頭部變形咧係好有驚喜嘅，咁一陣間大家會見到啦。武器咧喺載具模式底下咧就係冇任何安裝嘅位置。咁如果你想整齊又唔會話唔見咗啲件嘅話咧，咁就要用翻個機械人模式嚟展示啦。原本係 MP 級嘅腳咧都有好多摺疊動作先處理到啊， New Age 幾個步驟就搞掂到噶啦。當然小尺寸都係優勢啦，呢啲設計如果擺喺啲大比例度咧就會顯得粗糙，而家就啱啱好。呢個小車窗咧，空間使用上係神來之筆啊！可能你唔覺得係啲乜嘢啦，但係就係簡單嘅動作咧，換嚟簡化啦，同埋造型上嘅美觀。最後將個大車窗翻落嚟變為小腿嘅前方咧，再拉直翻隻腳就完成咗噶啦。我所講嘅咧就係呢啲簡單輕鬆改變體積之餘咧，亦都達成到外觀上嘅唔同。呢度個手槍咧起到作用啦，將個銀色小部件咧係好難啊用你嘅手指或者手指甲翻佢出嚟嘅，用個槍嘴篤過去轉上嚟就得啦。翻上去啦，再將佢同個引擎卡埋一齊。頭部前後一分為二，用盡晒個空間咧，亦都係驚喜所在啊！機械人還咗 G1 嘅瘦削身形啦，引擎喺個後腦位置都設定得非常之好。可動其實唔錯嘅，有啲動作睇上嚟咧，雖然有啲生硬，但係唔係設計上嘅錯誤，係造型上嘅關係啊。背部有啲繁瑣嘅，玩過咁多款閃電光，每款都有啲小缺點啦，其實都係機設嘅所限嚟嘅，呢啲都可以接受。咁個頭好細啦，用手指都好難去喐到佢嘅，但係可動上面咧係好充足嘅。手臂亦都有齊晒所有嘅可動需要啦，無論平舉啊、轉動啊，甚至乎前臂嘅屈曲。腰部哇，超勁大幅嘅屈曲啊，仲可以完全轉到腰添。髖關節嗰度個波椎咧就有啲啲鬆少少嘅啫。還好啦，平衡性唔錯，唔會易跌倒。踢腿啦，仲有大腿旋轉啦，仲有屈曲都有嘅。至於腳掌方面咧，就係得腳趾部分可以轉動咁樣啦。綜合而言啦，呢一隻咧我俾80分左右嘅。造型夠還原啦，變形可動合理。新手咧就好適合去嘗試啦，老手亦都可以繼續收集。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啦，留言講出你嘅睇法，一齊去討論下。訂閱讚好分享支持本站，更加多支持可以 PayMe 或者支付寶打上嚟支持營運。多謝你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